恰卡步。漫漫长夜心难静，孤灯伴我忆情情。夜静牵手讲心境，如今孤鸟叹悲鸣。错将虚言当真灵，弃走佳人做废寝。此后天涯失风影，情海难添魂定定啊，魂定定。小安，小安。啊！你先哪咧摇头苦面呐？请家母，请坐。我哪坐咯？根本都无心无情。当我迄大地下小叮当暗来走去倒位去？我足惊讲吼，若是去撞着白云迄阵歹人，啊，就真正有影食力咯。唉，这个查某囡仔吼，实在我……哎，小叮当，你走去倒位？我人请家母咧找无你呢。哎来。啊，师爷咧甲你讲话啊，你小安兄弟咧甲你讲话啊，你哪拢无咧甲阮主导？你先两日目睭甲查起，啊，是咧讲清讲毋是？啊，一定去拍条镜，来，先来甲你看觅来。哎，小叮当，小叮当，小叮当，杨公主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听恰家母发个大声声。哎呀，主要叫小叮当的手机啊！啊，梁大哥，进来讲。梁小妹在哪里？走。我也无犯罪，我有啥物爱走的？你假讲你无犯罪，我问你，你捌见过古月斋黄小贵无？古月斋，什么人是黄小贵？我唔知影。你莫在要支持，我已经问过点小姐啊，伊会当证明讲黄小贵敢若咧见过面，而且摕了一条猪肉交予你对啊？猪肉？哼，原来你也是共款要来抢猪肉的。恭喜，我只是奉命查案，黄小贵规家惨死，指名凶手就是你。这分明就是伊白云所泄露的奸计，对无？所以白云我唔知，我等下交案，来来，对。安恰，你去走，叫回应。哦，行。啊，对下来，是，叮当诶，唱阿伯。叮当诶，咦，奇怪，咱拢无看到伊影子，到底人伫倒位？杨大哥，你先莫着，咱去迄边找看觅。啊，迄边。在咱秘伫遮，无去互小安看着。嘿，啊看袂出来，你即马佫演技佫演到遐尔啊好，好，佫嫁到遐尔啊实，佮讲，哎呦，自由，是我的，杀了就走，害我咧走敢若飞咧，敢若袂输吼，你敢若袂输叫食着药咧互控制共款咧。无，我无食药啊。免讲你嘛无食药啊，这是我安排呢，所以讲吼，这么拢无人，
你自玉紧互我甲我摆喺地势，紧甲砍起，莫叫人看到，才袂了麻烦。自玉，什么人敢要抢自玉？哎呀，你也毋是毋知影，就是因为明珠哦，无代无志哦失踪去，迄是喊甲会惊死人，所以我咧怀疑讲哦，这是毋是金凤因咧变梦，所以我毋才叫你安尼做的啊。自玉是我主人的。啊，你是安搬袂煞哟？即马拢无人，赶紧自玉互我。小叮当，你实在对我真无大无细，我是你师咧，啊，你从对我甲我护落去。我无输，你若敢甲我抢自玉，我就表你死甲真歹看。小叮当啊，你今仔日无啥对动呢？啊，让你目睭安尼搁安尼清醒去，嘿，你有问题哦！来，使甲你看卖，看你到底是安怎？哎呦，自玉是我主人的，自玉是我主人的。叮当诶，赤甲无，哪安尼？赤甲无，你是安怎？紧起来，赤甲无。哎呦，我赤甲无。本小叮当诶。小叮当，哎呦，今日阮小叮当哦，敢若袂输去食唔着药啊！昨天头家咧甲我讲落去，我即摆还搁咧戆咧。干哪安尼？自玉咧？自玉，互伊摕去啊！赶紧，咱去甲对来去看卖啊！嗨咯！我死啊！嘿，他真正有影食哪到？他今仔日哦，我安尼哦自作聪明，他即马哦真正哦弄假成真啊啦！哎呀，功夫袂歹，啊，毋过你帮助已经翻倒看，上某只好掠你倒来治罪。大胆！小小一个狂野捕头，也敢要掠我倒去定罪？什么人？我叫做金凤。既然佮知影我的身份，我问你，讲我这命案是发生伫什么时？金夜二家。二更。我若甲你讲梁小安不是凶手，你敢要相信？我唔相信，黄少贵伫死之前用伊的花有啥？不管伊写啥物，梁小安拢无离开客栈，伊唔是凶手。伊要离开客栈，哼！伊若无离开客栈，是安那黄少贵伫死之前用花写太我只梁少安的啊？这其中到底什么原因，我是无了解。内中曲折，你家己去查。失败。梁少安若毋是凶手，那呢真正的凶手是啥物人？伊手中哪有太师傅的灵牌？太师傅这边来遐尼济高手，又果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小叮当哦，唔知走倒去啦。无可能迄边找看卖好啊。哦。想袂到我赤骹步竟然会失算，被阮徒弟讲甲昏，枉费我一世人的英名，将此损，自玉落实臭名传四方。看伊安尼倒转来回转，赤骹步会手长，一声叫甲远，拢怪我自作聪明，自转甲自断，任我怨言我赤骹步怨成长。看伊自责满面也心酸，我怎忍心将责任予伊扛？想要好言好语甲伊劝，又惊伊误解境界挂心肠啊，挂心肠。赤骹步啊，杨大哥，即马代志已经发生啊，恁搁安那自救嘛是无效啊。咱应该先想办法，找出小叮当转败的原因，安尼才会当家自由讨倒转来啊。是啊，赤甲无。虽然自玉失落，咱还是有机会会当去找倒转来。也毋过小叮当的，要赶紧家找倒来医治，也若无，日后咱一世人会艰苦啊。小安，你的人实在真好，也真认足。迄个物件，互阮小叮当家己抢走，
你无怪伊，你颠倒搁咧为伊设想，你放心，主角是因为我叛逆的，无论怎样，我拖死我这条老命，这个物件我绝对甲你手倒转来。恰家无，我看我需要小安静一下，我静静啊想看这代志到底是要安怎样处理。金姑娘，我看你着陪小安，我来去我的房间小静养一下。好，过是。恰卡部的名声遐尼大，小叮当这件代志对伊来讲吼，一定打击真大的。世间事变化万千，有当时啊出乎人的意料之外。对啦，叮当的伊口中伫咧讲的主人是啥物人？你敢知？梁大哥，我有代志要出来一下，等下我阿姐若是等啊，你叫伊伫咧客栈等我哈。无咯，金姑娘，金姑娘。是你，你也多谢姑娘救我，请坐。我今仔日来是要提醒你，愈是你身躯边的人，愈爱做。你是讲？你太容易相信我啦，这是你优点，嘛是你缺点。可是讲你若想要知影小叮当人伫倒位，阴暗主神，城外墙仔等，请。姑娘，姑娘，阴暗主神，迄个姑娘为什么一直要帮助我？伊是啥物人？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倒，我袂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这什么所在？哎呦，我哪去用绑掉嘞？救人哦！放我出去啦！哎呦，放我出去啦！哎呦，放我出去啦！卖话啦，你喊到死嘛，无人会救你。林主啊！哎呦，大家拢找你无咧，原来你也是用关咧遮。哼，那嘛是迄个金凤，甲我讲算我出现伫这个所在，结果伊是咧骗我。哦，那好啊，扫到水浸不下菜瓜。嘿，咱若是正定咧，我大无就搁关东窟，是走影，说到头毛命。好啊啦，小叮当，你想看卖啊？即摆啊，咱两个落在苗栗的手中，等于是坐同一条船。啊无安尼啦，即摆咱讲好卖冤啦，看是毋是当想办法离开这个所在。好，暂时停战吼，安尼嘛好。林主啊，我甲你讲吼，迄主角伫我身躯咧，我赶紧交代你哦。啊，若无搁等咧，我若搁我做起来吼，我竟然对不起着小安妮咧。你讲啥？你讲主要伫你的身上？嘿啊，主角伫我底下底，你快紧，我家己开摕啊。那你去教我，快紧，摕着。哎呦，叮当，你啥？我最难过。哎呦，你慢我，哎呦，你变哪样了？来你啦，来你进来呀！赶快来！哎呦，你赶快来！我想你了。哎呦，你结婚你的少年，我来。你甲叮当有啥物用？我却无遮尔少年，我哪有甲下药？我不信，你若无伊为什么遮尔艰苦？艰苦？哎呦！你懂啦？我那笨。你讲伊艰苦，当伊人这么好好，你是咧假鬼假怪假啥物？金凤，你是毋是咱带念讲，阮曾经捌甲你帮助过，将阮两个放转去？会用的啊！只要恁将主角交出来，我就放恁转。千万无啦，你免遐想啦，吼！你是要爱这个主角啊？主角我无可能互摕互你，会害我小安兄啦。你主角若无交出来，我就无可能放恁转去。啊，主角叫我藏起来咧，变怎？藏喺倒位？藏咧倒位？我甲你讲啦，迄主角伫我身躯哦，啊，我都无代无志哦，啊，等下去啥咧，快做起来咧，啊，结果哦，唔知去徛咧倒哦，我不知道呢，我已经忘记了。小叮当，你也是乖乖甲我想，想看你主角藏伫倒位，看你当时抢出来，我就当时放你转。好啦，我会考虑啦。
我会你来收，你也收，有所不至收。啊，你去伫遐等吼，啊若等久，就是你的啊啦。阿姊，阿姊，什么代志？阿姊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咱出来讲。叮当，你真正无代志是？我嘛唔知影，这是到底什么病，念伊好念伊歹，啊，但是会好还会倒，我拢唔知影。看伊一向风尘用，故事口灵则从容。略非伊对小安情意重，安然看似如平常。做唔到代志，一定爱补偿，才袂心内来后悔，啊后悔就无强。虽然小安你有对象，我愿你付出嘛袂悲伤。叮当，明珠，咱拢有关咧遮吼，阮师傅拢唔知影咧。我甲你交代哦，我交代你这个资用吼，你会好好甲我收咧。不管讲吼我是死还是活，你一定要将这个物件交咧小阿女仔的身躯，啊若无，我的死嘛唔愿客啦。阿姊，你有通看赤老婆甲梁大哥无？虽然伊一时互咱骗着，啊，毋过等伊心情静落来了后，伊一定想出讲金明珠的失踪甲咱有关系。无可能，我咧做代志足细腻的，而且迄天金明珠伫咧甲我讲话，伊惊梁小安伫咧甲伊疗伤会分心，所以伊嘛真细腻。梁小安甲赤脚无绝对想袂到讲金明珠的失踪甲咱有关系。啊，对啦，阿姊，你会记哩无？咱要离开京城的时阵，有得到消息讲杨太师当地秘密研究一种真威力真强的武功。可是咱若是无法度将伊杀死，安尼阿险毋就危险嘛？你放心，只要雪碗甲珠玉伫咧咱的手头，杨太师伊一定会乖乖听咱的话，将大哥放转来甲咱团圆。啊，不过我也是感觉咱安尼做无啥妥当呢。无入好血，焉得好主。这几天啊，白云迄边一直咧将古惑仔的命害诬赖予梁小安，去互我破坏了后，哪会无找我去问原因？我一直感觉真奇怪。我看，我是来去悬崖见白云，看伊心肝内到底是咧想啥。你去监视梁小安甲赤脚无？不过阿姊，你要较细腻的哦，千万毋通互白云看出破绽。安尼我先来走。李小姐，有啥物吩咐？你惊啥？吹看卖啊！阮大哥即马到底是安怎？遮尔久拢无消息。啊，搁有，注意小叮当，看伊有想出珠玉的下落。李小姐，那无爱个下淡薄药啊？试看伊有讲白差无啊？你毋知影，小叮当身上的金线骨是偌厉害，若是小可药性袂下，伊就非死不可。伫咧珠玉甲雪碗还袂得到手，白云还袂除掉进前，小叮当绝对袂用互伊死。啊，若无，咱的双面拢受敌，又搁爱对付白云，又搁爱对付梁小安甲赤家婆。李小姐，听讲赤脚婆足好算的，也毋知会算出咱所住的所在未？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转去，相信你哦。小海，啊，这个暗暝你要去倒位？赤阿婆，我想讲要出来外面找看卖，看有叮当甲明珠的消息无？啊，我嘛是为了这件事要甲你讲嘞。我拄则有挂过挂，看上内底讲，小叮当甲明珠因是斗阵，而且伫咧东边真济树仔的所在呢。东边，树仔真济。可是讲，你若想要知影小叮当人伫倒位，阴暗主神，写我树仔等。敢会遐拄好？
讲的无毋对。啊，是安怎？有人已经甲你讲过啊，是毋？车家无，要无你大只稍等我一下，我先来赴一个会，稍等我转来再慢慢甲你解说。无咯，小安，我讲，哎呀，哪会遮尔紧是毋是？我话都还未讲完呢，我还阁想要甲你讲哦，嘿，这个金甲这两位姐妹，姐妹安怎？哎，无安怎？诶，车家无，张大哥咧？哦，伊有代志出去啦。啊是讲金姑娘，啊遮尔暗暝你才转来，啊你是去倒？啊搁有啊恁哪无看到恁大姊走对？阮大姐未转来啊。啊，毋过吼，我有探听到一个消息咯。哦，原来小叮当口中讲的迄个主人，就是迄暗哦，叫恁走的迄个后面女子。是恁后面女子？安尼我这个都想袂晓咧。欸，我嘛感觉伊怪怪，头壳小可歹歹呢。伊甲阮救倒转来，啊，再搁掠阮小叮当去遐。看那破破呢，无啥对哦。这真简单啊，伊的目的吼，就是为着迄粒珠玉。主角。海面的迄只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的故乡，你才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天。路上天气真凉，你也家己加穿衫，袂当陪伴踮在你的身躯边。坐入你虽然不好，但是时常思念你。当我叹口一我的歌，紧倒转去。海面的迄只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的故乡，你才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